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是啥物款的队伍会当连续16年摕到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金牌？佫是啥物款的热情甲动力，支持因来坚持行一条无共款的路呢？今仔日要介绍大家熟悉的，是一支由社会人士组成的 Master 怪物竞技啦啦队。2001年成立到今已经20档了。上界特别的是，团队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工程师、有设计师，嘛有教练甲学生。而因正直的工课之外，因无袂记哩追求家己的梦想，甚至以 Master 为主体的台湾竞技啦啦队，更加伫2015年摕下世界杯的冠军。精彩的画面、感动人的故事，咱做伙来看。暗时，伫新北市泰山工业区内面的铁厝内，多下班的人陆续赶到位。换轻松运动后做好毕业的暖身甲丰富，热情精彩夜生活要开始啊！预备开始。较轻的查某囡仔被抛到空中，由底站的男队员，也是中站的这个女队员接调的展现多人今日台技卡，伫软式软桌顶因反复的操演，无论是抛、接、空中爬练到每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拢在考验着团队合作。若是出现惊险画面的时，更加互人紧张甲强要无法度喘气。因是成军20年的 Master 竞技啦啦队，拟定真难想到讲，这成员来自社会各界，有工程师、命理师、护士、学生甲老师。像这个真粗勇的大机的是教练之一，嘛是团队上在第一站。伊的职业是大卖场员工，后来是挑战过10场的全国比赛，只是伫市场做胜利。因为在市场跟那边，我可能有点2个人不一样的人，就是灵魂不一样吗？对，因为就要分开，灵魂不太一样。那所以市场叫阿发，这里叫阿贤，这样吗？对，一样都叫阿发，我在大卖场上班。大卖场。对。然后做什么工作？我在杂货部门上班。杂货部门。对，就要搬货搬来搬去。那你平时上班不累吗？我很累啊。那你来这里还有力气？就是下班很累没有，可是你想到要来这里练习，又可以跟朋友见面，你那个其实精神又会很好。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used to dream about it. 竞技啦啦队是为美国开始的，1960年代成为全美国高中甲大学主要的体育项目，嘛是竞技啦啦队正式的开始。1996年，这个风潮吹入台湾的校园。2001年，一名大学生歌手在毕业后创立 Monster 社会队。像这个来自世新大学啦啦队王文淑，嘛是创团的元老之一。伊捌做过歌手，嘛是现任的专业教练，轻灵的功夫完全看得出来，要40岁啊！我跟我上面的学长姐们，然后我们一起在外面创了这个队，这样。所以其实当初创队的时候，我算是。以创队那个年代，我是年纪比较小，但是我上面还有学长姐一起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2001年开始的。中正纪念堂外面很大，很好练，不会被太阳晒到，我们觉得这场地很棒。可是慢慢的中正纪念堂就觉得，啦啦队项目也许没有他们会看到我们的危险性，虽然我们都会强调，就是我们会把他们保护很好，可是外人看到他不会觉得，你们就是把人抛上去，就是很危险，所以你们不准在这里练，所以我们都慢慢的被赶啊，然后我们也在捷运站外面啊练过啊，然后也都慢慢被赶，所以其实我们那一个时期是很困难，然后到最后就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式的场地，可以让我们遮风挡雨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我们自己的学长姐他们就出资啊，然后我们租一个铁皮屋，小小的铁皮屋，然后至少
有个家，我们不用再被赶。在困难中，脚步愈踏愈在，嘛在磨练下开花结果。成立到今嘛20年的 Monster 社会队已经蝉联16面的全国啦啦队锦标赛金牌。2015年以 Monster 成员为主体，台湾竞技啦啦队竞赛世界杯，头一摆赢过地主队美国队，得到世界杯冠军。历年来，台湾的代表队也有5摆第2名、4摆第3名的好成绩，是正港的台湾之光。一喊第1名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直接就是落泪了，因为这段时间真的太辛苦，因为我们世界杯集训一次的时间，从初选、复选、决选，然后集训的3个月甚至更长，这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就是很多话是没有办法在当下直接讲出来，我只能说就是很感动啦。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到，其实台湾啦啦队是一个很强的项目，它其实是在世界上是可以发光发热，只是很少人会看到这个部分，对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是在努力，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Monster， 更多人看到台湾世界杯的项目其实是很强。2019年，中国啦啦队锦标赛要举行啊！密集的排练过程，教练嘛为阮示范讲解高难度的动作。内转软 Q2，然后其实它的难度在女生要做一个内转后空翻，然后男生要单手做支撑。对，其实这个动作很难，因为它会牵扯到女生的体操好不好。对，然后翻上去又要要看那个男生的稳定度都够不够。做完。它是 double up， 就2圈上。对，2圈上的延伸，对 double up， 对，然后2圈上延伸，然后又做 hand， 就是手对手的支撑，倒立的支撑，然后回来又做一只手支撑，对，所以它的难度是招难。2圈上就是720上111，然后所谓的111就是一个1代表1层，对，所以3个1就是3层。5、6、7、8、6、2、3、4、5、6、7。就我们今年会出的是叫 toe touch choking， 对，就是女生被抛上去之后做一个 toe touch， 对，然后夹回来之后给中层去接，就是又是另外一种111的呈现。高强度的练习其实背后藏着真侪汗甲心酸。第一站的男队员因为爱挺顶站，手掌头啊时常会受伤甲骨折；美丽的女队员就要克服被海上半空中的恐惧甲无数次收拢造成的伤害，而因的勇气甲坚持特别让人赞赏。中层的难度是第一个，你真的要让你自己先站稳，那再来是你要眼明手快。对，因为你要从今天你要接的是他下半身，你要从一开始就要看你要接的地方。当他飞起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注视着你要接的地方，早一点去接他，下来才扣得住他。对，那假如说像刚刚那个动作的话，你太晚接，我们会整个人全部重力加速度，整个就垮下来。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当初我们在练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练真的没有这么稳。所以一直被踩奶啊，然后炸啊，哇，那很可怕，就这一片全部都淤青。非常相信中层一定会接到你，所以他接到你的时候就是要直接放下来给他，然后他就会撑住你这样子。对，主要就是要很相信大家会把你接住，然后就是认真做自己的动作。练那个后空翻的时候练到哭这样。练到哭哦。对啊，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翻好，然后翻不出来，然后练到会有挫折。后来有成功吗？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被逼到最后，还是有自己把它翻回来。其实当你在做那些动作，你已经不会想到高度这件事情了，对你只是想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成功。对，其实已经不会再管高不高、危不危险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任感，你也不会站在上面。5、6、7、8、2、2、3、4、5、6。采访这一天，阮伫场边看到一个特殊的身影，伊是有11年队龄的团员皮皮。有新9个月啊，伊原派了一个巴肚照常来报道。9个月了，对，下个月就要生了。想说，如果你以后要加入啦啦队也是可以的啦。是妹妹吗？这是弟弟。甲学生社团无共款，消费队队员都爱突破年龄限制，还佫兼顾饲母饲囝的头路。不过无分世代，所有 Monster 的成员对团队未来拢充满自信甲热情。吴教练，你是结婚了吗？还没。那你觉得你的另一半以后会同意你继续练吗？应该
会吧，应该是会吧。一定会成功，一定会，一定会。是7面金牌吗？我也不知道一直都是金牌。你把你所有的要坚持的、要做的，把你准备好，那你上那边自然而然就会很好用，就也不用去担心就是世界杯这件事情，因为你一直都在准备。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场地，然后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真的为啦啦队这一块，然后在世界上发光发热这一块而努力。在2-3个。一匹那些软珠仔顶承载着真侪人的青春甲勇气，有挫折，嘛有骄傲，有传承，嘛有交棒。行过20年，无变的是因的热情甲初心。希望登上国际，荣耀台湾，更加要不断挑战创新，打拼好梦想现象。